不吃里困不着，往里也困不着。地来花小姐，人里个件珍珠八宝山，东南奥亮。老爷讲我穷哎，穷人不贴个宝贝的要不得多哎。今日个给太平桥困到，我不去救屋里来，别人也发现个，送进我屋里了哟，我把家刀拔出来，武器嘛不就切烧嘛，搿件宝衣马里不是我自己的。呀，三家困高不困啊，实心高叫啊！阿爷，哎，我讲我穷喏，穷哎，我连包不敢穷到底哦。哎，今日子喏，搿田来花小姐来哟，我把家到马去嘛，不一刀么飘嘛，衣裳马里不本家的。真挑噶！有老妈自己去插去啊，啊，干唔吃满哩个？还马里，搿不是王在里个？啊！别人千万人都没碰着，不我碰着太平桥困得，喊我被带屋里来，别人忙着，我不夹到马去么烧么，千万人都不信。笨啊，假笨啊！啊！高到么来了个疼，头颈么来了个拧，一刀杀落去，杀死么我唔讲，要是杀不死啊，救命啊！雷神啊！隔壁李叔都掉了毛个。七只手做做，七只针做做，没人嘛，一截撑了。用模型的脚那个切死了，一个人也不下来。对，老兄母啊，兵器呀，没了没事没事气的。先去摸摸下，快点说吧。我好不好？老公，我好不好？怎么脱了自己个头颈里个？你死啊！你想把我摸摸死啊？我不想啊！我才脱了几个头颈里向，我拼命的拉，我不给，我说来给我头颈不，我自己头颈多干啊！我老人太不小心，太无用啊！差点给发死你的死嘞！你看到？对。
老爷，老爷，一生啊，老明灯着笑了啊！啊，老爷，我的两人越都忙真哦。老姐不好讨啊！我等过，我对老丁，我把个人拔出来。今是个飞进门鬼呀，半夜三更不破，比你拉出来。两人装的多个人，我装不来，我都不相信啊！哎，大哥，你要做什么？大哥，放开我！你不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别万不去哦，别万不去哦，吃去哦，天猫，吃去哦，不把个装死我都不相信。保一保一。干嘛干嘛干嘛！走来！好么吧？不好嘛，比给好么？不好嘛，不打仙女丫丫给的。还不我着急。啊那，跟衣裳是女人家的，我男人家了不打妖怪样啊，啊？那人冷死也基本浪哦，哪去了个？不浪哩，不懂得我俩个。懂得我俩哎。啊，那个宝贝老就好。啊，那我家一半，我家一半。小装人死个都不对个。真的好。我到家里关里，不家里关出去。大，等弄都出来，毛毛像俺像人有呗，没不关太平药，太平药去，太平药去，开。门开来，你妈。老公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活死啊！老家伙，前面小光我穷个，前几礼拜有宝贝个人个，啊那。搿就宝一。